俗语讲了好。带你去就是外丹宫。嘿，嘿，嘿，喂喂喂，喂喂喂，喂做喂，啊，你讲外口等。外口等就算功夫哦，外丹。哦哦丹，外丹宫。哦哦外丹宫应该拢会晓嘛，吼。外丹宫外丹宫就手安尼啊，吼，啊嗨嗨，你嗨嗨或者规身躯拢叮当安尼啊。安尼对吗？哦，安尼是安尼吗？哦哦哦，哦，啊，做大力吗？你有咧检查吼？哎，唔是安尼吗？好好好，安尼可以啊。哦好，安尼咱安尼逐边小运动一了，好，精神拢会好起来。是老官呢。哦，啊，你就好好安尼看安尼，看我安怎共看诊吼。是早一日就做医生安尼吼。是好来，是是是。迄个病人甲请一哎病。好，来，我先请，来第一号，好，来，请，来这边请坐。哦，什么代志吼？甲医生讲哦。哇，这位你今日是安怎样？下身啊，我有点我唔爱看腰疼，佮拗下来，佮骹佮好倒起来，有点，腰疼吼。好你手啊，我搭者。哦，小天，代志大条。小姐，哎，最近你若想要去倒佚佗，你着紧求；你若想要食什么物件，你着尽量买来吃，有啥物？因为你无妹。医生啊，是讲我手背有病吗？手背，手背，哦，这唔对病医，歹势，应该是病过得对。会记起啦，会记起啦。歹势，我着有来看到小姐，我会歹势，而且暂未算讲这个机体接触啊。啊，有当时啊，咱做医生要有医德。是，嘿嘿嘿，啊，这位姑娘啊，你的妹真正有够水的啦。哎呦你的妹就敢若迄个时钟共款，安尼1分钟跳60个，安尼准该食糕啊。哎呦，哦，医生啊，啊，毋过，你按的是我的表呢？喂，会安尼啦不。是我按的，是我扎的啦。啊，你咋的啦？啊，歹势，伊个信我去啊。安尼就对，安尼就对。啊，你这算讲是这个阴阳无协调啦。嘿，气血无顺，所以我请教你吼，你是不是枵的时阵想要食饭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啊，你若食足济的时阵，就想要去便所，对不对？对呢，对，你若想要困的时阵，你一定会去困，后过困起来了，你的精神就足好，对不对？对。啊，毋过医生啊，嗯，你讲这，啊，毋讲是讲是屁话。喂，屁话！我甲你讲，我真的屁话。你这无简单呢，你这你讲做什么？你这是虚咩？你有心呢？医生啊，我男朋友拢无呢，我哪有可能有心？我只有腰疼呢，你我白讲你拢在神经病啊你讲我有心，你头啊歹哦你说医生啊，那奇怪我讲有的所囡人有心，伊就唔知啦。脾气这大。有男朋友，家己嘛唔知，哎，迄就不一定啊。伊暗时啊，伊若去啉烧酒醉，对唔？哎，无注路边咧困强捡断去，迄哪有一定？是讲有影哦。好，一个，来，第2号，病人请进来。哎，医生，哎呦，你搞到跳步哦医生啊，哎，伊要伫遮啦。我咧歹行靠位，等我一下。哎，伊要伫遮，来，请坐。哦，你这，哎，哇，什么镜头啦？你挨叫应该真严重。应该就这样。你叫什么名？你先讲。哦，我蹦恰恰啦。好。你什么名？哦，你先讲。哎呀，我感觉这个问题出伫遮。头，我问看。好了，哎，潘 Sir 先生啊，哎，请问你叫什么名啦？
你先讲。我叫林宗兴啊，你好。喂，无啦，医生，我感觉伊咧搞阮耍笑呢，伊敢若搞我耍 game 咁款呢。啊呢？哎呀，怪怪，我嘛无咱多。都要出绝招。哦，无医生，来，玲珑7000块规定，摆定。快点，这边，来，你这是没有啊？来，来下，你来中，你来中。我板书，你们来，哎，不，不是，来，不，医生，咱是不是误会？有钱嘛？医生，你条裤去甲踢的，不，有什么代志拢会讲，我这是不教你。来，这位先生，啊无你先讲啊无啦，小等咧，你的名？你叫什么名？你先讲。歹势啦，我的名叫做林祖仪。哎，我的名，叫什么名啦？我的名国语啊叫做李成广，啊，台语就是你先讲嘛。他这么看成讲嘛，是李成广啊，拜托哎，这啦，误会。来，我靠，我个讲啊，我是你先讲。来啦，这家啦，你先你家，你即马甲我救出来，我该行一年开等。拜托，哎，你就严重这了，严重啊！你是着菜花呢？啊，你这是些什么问题啦？那安尼啦哈？是不是？原来啦，不是医生啊，不是医生，为什么我是？讲不是啦，医生，我都唔知影啥话哦，我脚哦，忽然间就疼的啦。我检查看嘛，你坐个嘴，坐个好，嘴。来，来，你别甲过来哟。啊，来，啊，这卡，是，哟，你都还是摆一卡哟。对啊，摆一。哎呦，会叮当啊！哎，啊，医生，这是捌倒。哇塞，有当时神经会小牵连嘛，哦，哎，这简单啊。哦，你这伤着紧啊呢，紧小我发炎尔，花样，药爱食就好啊，哈，无啥问题啦。加油啦！我是讲我个头疼伊啊呢。无啦，没啦，无代志吼你大人大性啊，才无细事件，才会紧发炎着，但你这嘛是对不对？我医生，你有所不知啊。嗯，我今仔吼要去迄个夜市啊，做工会时呐，我就行伫路的吼，我行，我感觉我脚鞋内底敢有沙嘛，哦，啊，我想讲啊有沙应该甲用出来，无安尼点骹嘛，点啊，我拢安尼，鞋安尼腾落来吼，啊边有电火条啊，我拢甲插电火条嘛，啊我想讲甲沙甲用出来嘛，啊歹用卡条的，我拢安尼，结果边出来一个死呐。冲出来夹一个把大队个脚拱落，哇！啊人都走去，对呀，食啦，死囡仔吼，莫我拄着，我互伊死甲足歹看。哇！你是马相星啊？目什么事？你是马相星啊？毋是我妹甲我拍迄个，我毋是骂你啊，你注意。我就是踹站你迄个人，哈？你就是甲站站你啦。嘿。你来，你医生嘛？今仔医药费你甲差，我安怎？因为脚伊拱。你稍等一下，进场，进雄，像正常。我去夜市啊，我毋正进常。雄到应该是安尼到，要倒啥物？刷，倒刷啦。倒刷。啊你无代无志你。安尼，你手讲摸着电火条啊，我当作你要电着，我要救你的。是为你好你救啦！对这是啦，你唔对啦。你手换咧电火条，对啊。啊一按只手安尼个倒，啊安个转，啊伊当然远看嘛，敢你电着，甲你三毛开对不对？哎，先生，生起来伊是你的救命恩人。是啦。啊，人照你安尼讲哦，安尼啊，伊甲我脚讲长，我甲讲多谢呢。对啊，好，安尼既然是我的救命恩人哈，我甲你说多谢。你的手，我摸过鞋啊，无啦，咱毋是你爱手要出来啊，无啦，嘿，好啦，安尼就好啦。谢谢啦。真的，像安尼啦，这款安尼解开误会啦吼，感谢家己的救命恩人。是啦，哦，这款的心情两句俗语当记。哦，注意听哦，第一句，
大仔康来点目药，哎，大仔康来点目药。第二句，大仔康插收时。哎，啊来，嘿，演耍演耍演耍。哎，昨下你外口注意听有啦。有啊，都在内底请锁匙。第一句，大仔康来点目药。答目药是点目睭的哦为。什么要点都在呢？我就爱想啊。哎，都在看会到，哎呀，要挂物件。都在目睭，在你药啦吼哦。第二句叫做大仔康插锁匙，来，这个情形要第一句会请举手。第一句，大仔康来点目药。对，因为头型的时阵啊，咱会摕药啊来抹杜仔康，所以我感觉杜仔康内底点目药应该有伊的作用，就是讲伊拄好拄到伊的救命恩人，拄啊好，解除伊的状况，安尼，所以我选这条。你要个化解吼。嘿对，哦，所以恁这边无举手的，就是经大仔康插锁匙，是插手是表示。开大仔。嘿，就是开啊，就是明白啊，代志变白啊，代志水落石出，嘿嘿嘿嘿，所以明白啊，哦，该大仔炮开。嘿，拢看内底拢看了了，我英文会敲电话恁翁先。哪呢？哎，啊，你想法咧？康插锁匙，你头个派。诶，哎，那有人摕迄个锁匙介咧动大仔。老师，正确的答案。咱的囡仔歌内底就讲吼，大财深深好地金，啊大财土土好娶某。这大财拢是有时囡仔咧耍的物件吼。哦，啊第一句吼，大财空来点目药，目睭药啊应该点伫什么所在？目睭，目睭。结果你喙齿疼，顾会害，目睭疼，高白白顾。白白。所以有时做代志无对症下药。哦。啊，另外第二句锁匙，锁匙有啥物功能？开门，会当开门，所以若讲吼，咱会当开门、开保险箱拢会当开。啊，伊这是一个形容啦吼，就讲大财空插锁匙，咱会当安那，开刀，开刀。会当开鼻啦，开鼻，互你好心情、好喙斗安尼。所以你看伊即马拄着一个温情人，若无伊哦，更电啊，更翘翘死死去哦。啊，拄着这个温情人，甲踢落开，所以这应该伊表示那欢喜的心情，所以应该是安那。大财空插锁匙，欢喜啦！我背哦。喂，你喊你又唔对呢吼。我这两句拢无听过啊。哦，我今日有听到就好啊。对啊我来拍拍过来。